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看国军汉光41号演习，今仔日正式来展开，10天9暝，24小时连续来操演，是史上上长的演习，要来验证着国军的战力。联合934运用核顺风弹结束巡航的前部西登的苏澳港，边啊有刚结束怀疑用核顺风弹。港一个时间，中科院也派出会计部进行演练。汉光演习的头一天，安装演练铺设地带行动协调，只要敌军有动作，就会当马上实施海上机动，集结台兵。为期10天9夜的24小时没有休息的超演，和过往5天4夜相比呢，这次汉光演习可以说是史上最长的演习。那将操演的时间较长，因年拢会实施保存战力、海空操演、反定力作战等等。这几个重点今年也拢有保留，甚至阁做出变化。重点抗击铺设地带协调应对，配合城镇的论性，防空演习进行耐久的作战。另外，军方也安装伫万邦大桥进行全面封锁计划。新接装的航空公司也会投入演习，阻绝敌人就是企图渡河对台北首都区域的这个攻击，国防还有民防以及新防结合起来，让台湾的整个防卫韧性更为强化。前方目标，听将命令，象征安静的目标。日军步兵206里，一透早就伫桃园国小动员，这阵教育调集的士兵，已经过连续14天的训练，今仔日已经是第5天。这届的汉光演习动员22000的后备军情，也是历史上上济人的一届。同时，共军搁咧继续甲咱请教，国防部侦测到31架载强机，甲7架军舰继续伫台海的附近活动。面对解放军的骚扰，国军也伫汉光演习加强战备，继续展现保卫国家的决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